Hello，大家好，你知唔知我哋今日有一個重要嘅任務啊？就係去香港考試啦。你知唔知考咩嘢呢？等一陣再陪你哋講。我今日呢係中文考試，我考試呢係因為我老師叫我去考試。普通話已經學咗1年噶啦，我100分，媽媽送好200蚊嘅車俾我，希望我可以得到100分。佢頭先問我話香港嘅夏天點樣，我就答話啦。香港嘅夏天呢，好多颱風，仲有香港嘅冬天好凍。香港嘅秋天好多樹葉跌落嚟，同埋香港嘅冬天啲樹葉冇晒。23題咯，最多25題，我有2題唔識。我今日喺香港玩咗11個鐘咯，好攰啦。我好中意嚟香港啊，我每次嚟香港都好好玩嘅。拜拜，下次見。